集節目，我哋會教大家點樣去分辨經常俾人當係普通感冒嘅危險呼吸系統疾病。大家都知喺呢個季節，越來越多人患上經常被誤以為係普通感冒嘅呼吸系統疾病，所以今日會深入講下點樣分辨同有咩預防方法。三位嘉賓請多多指教。指教。麻一惠美，你平時一感冒就睇醫生啊？梗係啦，我第一時間就去睇，所以今日有好多問題想請教在場咁多位醫生嘅。真係㗎？係啊，但係而家忍住先。知道。西村和彥，你有感冒會做咩先啊？我會叫自己唔好認輸，精神勝利法。呢種病人最難搞啊！精神力好重要。係。我盡量都唔會睇醫生，等身體靠自己嘅能力好返。唔食藥唔舒服咁點算啊？自己呃自己，同自己講話唔係病，唔係病，唔係病，一啲事都冇。過咗4-5日就會好返？通常都係。你就係靠呢招生存到而家？係啊，多啲同醫生發表你嘅偉論啦，等佢哋殺咗你啊！好，喺今集節目，我哋成功訪問咗幾位有經驗嘅人士，佢哋都患過好似普通感冒嘅呼吸系統疾病。新梅小姐，交俾你。係，其實係咁嘅。最近有越嚟越多年輕人突然患上一種可以致命、有好高風險嘅肺炎，一齊睇下。40幾歲都一樣係好危險，吸入性肺炎。西村和彥，你覺得患吸入性肺炎嘅人係咩人呢？呢層我諗應該係上咗年紀嘅人，甚至係老人家先至會患呢種病。尤其係過年嗰陣啊！係啊，老人家睇新聞成日都會見到，好多人嘅印象都係咁，但係事實根本唔係咁。 40幾歲都一樣好危險，衰退就會導致吸入性肺炎。你哋好啊！佢係關俊彥先生，佢喺今年8月證實患咗呢一種好危險嘅肺炎。8月嗰陣有日忽然發冷，到咗夜晚嗰陣就發高燒。當時天氣非常之熱，關先生首先出現嘅症狀係嚴重發冷同39度嘅高燒。佢以為只係普通嘅感冒，食咗啲感冒藥。到第2日，症狀真係改善咗。不過1個星期之後，本來消失咗嘅症狀又復發。關先生仍然當係小事，以為又係患咗感冒。食咗藥之後，就冇將件事擺喺心度啦。之後症狀冇再復發，佢亦都慢慢忘記自己病過。但係過咗2個月之後，關先生去醫院做定期檢查，結果發現肺部有陰影。醫生確認佢患上吸入性肺炎。如果冇發現呢個病，我可能會死。醫生係咁講。所謂誤嚥，係指食物或者係口水錯誤咁進入咗氣管裏邊，而唔係進入食道。如果成日發生誤嚥，細菌就會隨住食物同口水入侵肺部，後果好嚴重，有機會導致發炎。呢個情況就叫做吸入性肺炎啦。其實吸入性肺炎嘅死者接近99%都係高齡人士，所以亦都叫做老人性肺炎。既然係咁，點解只係得42歲嘅關先生會患上呢種吸入性肺炎嘅呢？發現佢患肺炎嘅人係大谷義夫醫生，佢出過好多關於肺炎嘅書嘅，係呼吸系統嘅專家。於是我哋要請教大谷醫生，發現咗個真相。吸入性肺炎患者其實有70%事前都發現唔到自己有誤嚥，亦即係隱性誤嚥。隱性誤嚥，關鍵詞就係隱性誤嚥。好多人都以為誤嚥淨係喺食嘢嗰陣先至會發生，
不過原來瞓覺嗰陣都可能唔覺意吞咗帶有細菌嘅口水，即係隱性誤嚥，繼而導致吸入性肺炎嘅噃。以為食嘢先發生。隱性誤嚥嘅成因係吞咽能力，隨住年齡增長而衰退。我哋由40歲開始，吞咽能力會開始衰退。冇錯，令中年人患上吸入性肺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喉嚨肌力衰退。喉嚨肌力衰退會導致吞咽能力減弱，呢個現象由40歲就會開始。其實喉嚨肌力衰退有個症狀，就係喉核位置向下移啦。有項調查指出，過咗40歲之後，好多人嘅喉核位置就會開始向下移，咁樣正正反映出喉嚨肌力出現衰退。42歲嘅關先生可能係因為喉嚨肌力衰退，所以先出現隱性誤嚥呢一種情況。根據大谷醫生所講，關先生嘅生活習慣亦都隱藏咗吸入性肺炎嘅成因。其實關先生本身患有睡眠窒息症，由於鼻鼾嚴重同覺得好辛苦，佢唔可以仰睡，所以令佢養成俯睡或者係側睡嘅習慣。呢兩種姿勢會導致胃酸倒流。關先生患嘅睡眠窒息症係一種因為各種原因導致人喺瞓覺嗰陣會突然之間停止呼吸嘅病症嚟。以關先生為例，仰睡有機會導致停止呼吸，所以佢多數都係俯睡或者係側睡嘅。不過其實呢兩種姿勢都好容易會導致胃裏面嘅食物倒流。唔止咁啊，佢有臨瞓之前飲酒嘅習慣，飲酒會有唔好嘅影響，令到喉嚨嘅肌力減弱同吞咽能力減弱，令人容易發生誤嚥嘅情況。飲杯。因為工作關係，關先生成日都有機會要飲酒，接觸到酒精。一個人飲醉嗰陣，佢喉嚨嘅肌力就會減弱，結果阻止唔到倒流嘅食物進入氣管，令誤嚥容易發生。我有陣時會因為突然間吞唔到口水而搞到自己逐親。即係話，關先生過咗40歲之後，喉嚨肌力開始衰退。喺夜晚佢俯睡或者係側睡嗰陣，胃裏面嘅食物不知不覺出現倒流嘅情況。酒精又導致喉嚨阻止唔到食物進入氣管，結果佢喺瞓覺嗰陣就不斷發生誤嚥，導致吸入性肺炎。好彩嘅係，佢患嘅吸入性肺炎喺發現嗰陣已經好返，冇事啦。但係因為有機會會復發，所以佢接受緊睡眠窒息症嘅治療，同埋要努力咁改善生活習慣。你以後唔好再俯睡啊！我冇再俯睡，咁就好啦。好想有覺好瞓。總結一下，其實關先生有個病係吸入性肺炎，41歲就有呢種病嘅原因列咗出嚟啦。有咩方法可以預防吸入性肺炎呢？返到錄影廠再同大家講解。原來吸入性肺炎會不知不覺發生㗎，因為唔吞口水，只係因為口水。成件事完咗都唔知發生咩事，要了解下至得啊！知啊，冇錯，我哋請大谷醫生再講解一次吸入性肺炎係點㗎？係，我解釋誤嚥先。食嘢或者飲嘢嗰陣逐親，係知道自己係誤嚥，呢種叫顯性誤嚥。係。另一方面喺冇意識之下發生，特別係瞓覺嗰陣，口水錯誤流入氣管，咁叫隱性誤嚥。事實上，吸入性肺炎有70%個案都係源自隱性誤嚥。70%咁多，70%喎，好誇原來張。咁，上山醫生，一個人點解會發生誤嚥嘅呢？日本最具代表性嘅腦神經外科醫生常山博康醫生
佢會由腦部專家嘅角度講解吳燕嘅病理。最恐怖嘅就係咧，因為老人家嘅感覺會慢慢退化，所以就算發生誤嚥有異物進入氣管，本來吸翻出嚟就得，但係發覺唔到。好多人驚啊！隱性誤嚥基本上係相同嘅情況。有人話牙周病係百病之源，如果口水長期有細菌，萬一口水唔覺意入咗氣管，就會即刻出事。明白，原來係咁。其實一般人都會覺得誤嚥係年紀大咗先會發生嘅事，但係片段裡面嘅關先生過咗40歲，就不斷發生誤嚥，甚至患上肺炎。一齊睇下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喉嚨肌力衰退、臨瞓前飲酒，仲有就係撫睡或者側睡。係。大高醫生，可唔可以請你再講解一下呢幾個原因啊？喉嚨肌力衰退同飲酒令喉嚨肌力減弱，我諗呢兩點應該比較易明。點解側睡會導致誤嚥呢？向右側睡先危險，向左側睡屬於安全。原來係咁啊！向右先危險，唔好向右側睡。係，因為我哋胃嘅形狀其實係彎向左邊嘅呢一個位置啊。所以當你向左側睡，即係左邊身向下，胃裡面嘅酸就冇咁容易倒流。相反，當你向右側睡，胃酸倒流嘅風險就會增加，好易會發生，就係咁啦。如果想側睡嘅話，記得一定要向左面。係。如果兩公婆一齊瞓，就叫老公擰去左邊。愛咪你知道未啊？我會記住。其實胃嘅構造係向左邊突出。瞓覺嗰陣，左邊身向下嘅話，胃裡面嘅食物同胃酸就冇咁容易倒流啦。相反，瞓覺嗰陣，右邊身向下嘅呢，由於右邊胃比較淺，食物同胃酸就比較容易倒流。跟住到熟悉營養學嘅基野醫生，為大家介紹下預防吸入性肺炎嘅營養素。其實我哋有一種營養素叫做葉酸，佢好有用嘅，對預防誤嚥非常之有效。吞嚥反射同咳嗽反射，當有異物進入氣管，我哋自然會咳。如果咳嗽反射有正常運作，就可以吐翻異物出嚟。但係如果佢衰退，異物就會進入氣管，而葉酸對咳嗽反射就有好大幫助。講到葉酸，佢嘅名度有個葉字就知係嚟自葉菜，例如菠菜、椰菜、士多啤梨呢類生果都有好多葉酸，牛油果都係其中之一。不過葉酸有兩個缺點，就係唔可以受熱，同埋好容易溶喺水度，所以生食就最適合啦。基野醫生推介嘅係葉酸，當身體缺乏葉酸，吞嚥能力就可能會慢慢減弱。葉酸唔可以受熱，同容易溶喺水度，水煮會導致葉酸流失。所以基野醫生建議大家生食食材，例如整成沙律。誤嚥嘅其中一個成因係因為我哋嘅喉嚨肌力減弱，所以導致吞嚥能力減弱。大高醫生，請你講解下。好，因為我哋嘅喉嚨肌力衰退，所以喉核會隨住年齡增長向下移。會向下移？係啊，咁會影響到吞嚥能力，結果會導致吸入性肺炎。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鍛鍊到喉嚨肌肉呢？有㗎，無論後生定係老人家，都可以鍛鍊喉嚨肌肉嚟防止誤嚥嘅。容唔容易做㗎？呼吸系統專家大谷醫生推介防止隱性誤嚥嘅下巴向上推體操。將兩隻拇指分別放喺下巴下面，然之後下巴同拇指互相角力。係。下巴同拇指互相角力，即係向上推啊？係啊，下巴向下。角力，鬥大力。下巴同拇指角力嗰陣，打橫擘大個口，然後發出咦咁嘅聲，維持10秒。啱啦，咬實啲牙，然後發出咦，維持10秒。5、6、7、8、9、10，得啦。呢個方法可以鍛鍊到喉核周圍嘅肌肉。咁做就夠啦。係，幾簡單喎。喺邊都做得。咁一日應該做幾多次？每次做10秒，每日做5次就夠㗎啦。 5次。
電視機前嘅觀眾，我哋一齊再做一次啊！首先拍齊兩隻手嘅拇指，然後掂住下巴，跟住當下巴同拇指互相角力嗰陣，將個口打橫擘到最大，發出 E 咁嘅聲。每次做10秒，每日做5次就夠，可以鍛鍊到喉嚨肌肉，防止誤嚥發生。大谷醫生再教多一招，就係轉舌頭體操。首先擘大個口，係，然之後盡量將你條脷上下左右不停咁喐。示範下。視覺上好震撼。做10秒，啱啦，大家都做得啱，多謝大家親身示範，做得啱唔啱啊？好正確。一日做幾多次？其實每次做10秒，每日做5次就夠。明白。咁做可以鍛鍊到條脷後面吞嚥嘅肌肉。原來係咁。轉舌頭體操嘅做法非常之簡單，擘大個口，然後大幅度咁喐下條脷就得啦。呢招都係每次做10秒，每日做5次，鍛鍊下條脷後面嘅肌肉，繼而提升吞嚥能力。跟住要睇嘅個案係關於我哋某位國民級巨星曾經患上初期症狀同感冒一樣嘅病，一齊睇下。以為係感冒，所以掉以輕心，點知呢個呼吸系統疾病差啲攞咗佢條命。今次要採訪嘅人就係佢啦。大家好，我係超級巨星林家木九線。佢係落語家林家木九線師傅，憑風趣嘅言行為日本帶嚟無盡嘅笑聲，大家都叫佢做木九叔。只不過喺佢嘅笑容背後，原來經歷過一場大病，差啲令佢失去落語家，視為係生命嘅聲音。當初發現有異常嘅時候係2014年6月，當時佢76歲。木九線師傅突然之間開始咳喎，喉嚨覺得棘住，成日都好似咁樣咳，好似啲人演講之前清喉咁樣，症狀就好似逐親咁咳。佢心諗應該唔會係咩大問題嘅，不過為咗以防萬一，佢去咗附近嘅醫院睇醫生。醫生睇完之後話佢感冒喎，咩都似感冒。於是佢就放下心頭大石，攞咗藥就走啦。點知當我食完醫生開嘅感冒藥之後，把聲係變到沙啞咗。早晨啊，大家好，啲人問咩事啦，我就話我出唔到聲啊。當時就係咁啦。咁有冇邊度痛啊？冇地方覺得痛喎。症狀唔止冇消退，仲不斷惡化。除咗咳之外，喉嚨變得嘶啞，慢慢發唔到聲。不過因為喉嚨完全冇任何痛楚，木九線師傅仍然覺得係患咗普通感冒。直到有一日，佢好似平時咁上台表演，但係突然間聽到一句意想不到嘅說話。木九叔，我聽唔到你把聲啊！有觀眾咁樣同我講，我講嘢不嬲好大聲嘅，冇人講過話聽唔到我講嘢，所以我好驚訝，成個人呆咗，心諗原來我講嘢咁細聲㗎。個心覺得唔妥，於是就再去睇醫生，話俾醫生知自己嘅情況。跟住醫生就建議佢去大學醫院做個詳細嘅檢查。就喺大學醫院嘅檢查當中，佢發現患咗驚人嘅病，個病就係醫生話我患喉癌。喉癌，喉癌係發生喺氣管入口，即係聲帶附近嘅癌症。
喉癌嘅病情可以分為5期。木九線師傅嘅喉癌屬於第2期，仲算係早期，未有生命危險，係不幸中之大幸啊！冇諗過自己會有癌症，個身完全唔痛。原來癌症可以喺身體唔痛、冇事嘅情況下發生嘅。我當時好震驚。喉癌嘅初期症狀包括長期咳嗽同埋聲音變啞，基本上係冇痛楚嘅，好難同感冒分辨到。因為咁，誤診嘅個案亦都有唔少。食煙一向被指係喉癌最大嘅成因，90%嘅喉癌患者都有食煙嘅習慣。不過問題係木九線師傅根本唔食煙，係咁嘅話，到底係咩原因令佢患上喉癌嘅呢？因為後台可以俾人食煙，所以有人食煙嗰陣就要吸二手煙，一直係咁吸二手煙，對身體會有影響嘅。以佢為例，如果身邊有好多人食煙，喉嚨同埋肺部隨時可能會因為二手煙而受到嚴重傷害。確診患癌之後，佢接受放射性治療。就喺嗰陣，醫生講咗個震撼嘅消息，就算癌細胞完全消失晒，都可能會冇咗把聲。如果出唔到聲嘅話，只可以收山。醫生話，就算啲癌細胞消失晒，把聲都唔知幾時先至會復原，即係話我會永遠消失。木九線師傅非常擔心，取消晒手頭上嘅工作，專心接受治療。一個每日都上台表演落雨嘅人，突然間有一日冇得再表演，我係第一次感受到呢種痛苦。原來講唔到嘢係一件好慘嘅事。患上喉癌令佢第一次明白到冇得表演落雨嘅痛苦。就算治療成功，癌細胞消失，都有可能會冇咗把聲。喺恐懼同擔心之下，有一樣嘢成為咗佢嘅精神支柱。當時支持我嘅當然係收入啦，幾多錢銀唔講，我當時嘅精神支柱一直支持我嘅係屋企人，我感受到屋企人帶嚟嘅溫暖。喺抗癌嘅日子，佢嘅精神支柱就係佢嘅家人。另一條支柱係 fans 寄嚟嘅信。係啊，當時有好多 fans 寄信俾我，當中有好多係小朋友添。諗到佢哋或者寫信俾我，練咗好多次，我就覺得好感恩，覺得唔可以放棄。我一定要繼續為佢哋講笑話，為佢哋搞笑，係我真心嘅感受。之後，經過為期1個月嘅放射性治療，喉嚨嘅癌細胞終於完全消失晒，最令人擔心嘅聲音亦都慢慢恢復，而家已經可以重返落雨舞台啦。病呢樣嘢，比起自己嘅理解，更重要係聽多啲其他人對你嘅意見。你唔舒服啊？面青口唇白嘅，係咪身體有事啊？有人咁同你講，就證明真係有事。大家要聽人講，即刻行動。總結一下，喺木九線師傅身上發現嘅危險病症係喉癌，誤會咗係普通感冒，係因為喉嚨裏面完全唔覺得痛。跟住要請教醫生，
我哋今日請到前國立癌症研究中心現任癌症預防及檢驗中心嘅主任，對癌症非常之熟悉，喺檢驗癌症方面達到專家級數嘅森山紀之醫生上嚟我哋節目做嘉賓。森山醫生，請你講下喉癌係點嘅呢？好多男性會患喉癌，中間嗰位係高危人士。其實每10個男性就有一個患喉癌，都幾多嘅。女性反而好少。靠意志嚟醫病嘅人最危險。絕對係。你引佢咁講嘅。南文醫生係乳癌專家，唔知你對喉癌有咩睇法呢？跟住，乳癌治療專家南文醫生會講下喉癌最新嘅治療方法。喉癌同乳癌一樣，以前嘅治療方法係全部切除，即係將附近嘅健康組織都切除晒。但係到咗今時今日，可以集中切除癌細胞，再進行放射性治療。以前因為要全部切除，所以就算好返都會冇説話能力。而家透過放射性治療同化療，佢嘅根治率提升咗，好多喉癌康復者都保留到説話能力。但係最近好多人都指出二手煙好恐怖，例如一個男人食煙，佢太太同所有朋友都有機會因為被逼食二手煙而患上癌症。所以我好希望政府可以立法設立禁煙區，甚至全部禁煙。森本小姐，我哋再睇多次喉癌嘅症狀。好，請睇熒光幕。林家木9線身上出現嘅症狀，包括咳到好似逐親咁。喉嚨變得嘶啞，好難發聲，但係就一啲都唔痛。森本醫生，其實點解會唔覺得痛嘅呢？因為喉嚨嘅正面得好少痛覺神經，所以當事人雖然覺得唔舒服或者受到刺激，不過就唔會覺得痛。除非發炎發得好嚴重，到嗰陣時先至會覺得痛嘅。係。某啲初期喉癌嘅個案，患者幾乎完全唔覺得痛。就算會咳或者喉嚨唔舒服，都會當係普通感冒。因為咁，分辨喉癌同普通感冒嘅關鍵喺邊度呢？森本醫生，請你講解下。喉嚨有時把聲會反映出嚟，普通感冒都會變聲啦。係。喉癌嘅特徵係，如果唔理佢嘅話咧，病情會一直持續。好似木九線師傅嘅例子咁樣，病情會一步步咁惡化落去。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冇錯，變聲之前覺得喉嚨唔舒服，好似有啲嘢棘住咁。木九線師傅咧就係典型嘅例子，喺佢嘅身上見到成個過程。係冇錯。就算似係普通感冒，但係如果喉嚨持續唔舒服，聲線出現變化，而且情況逐漸惡化嘅話，就有必要懷疑自己係患咗喉癌啦。跟住我哋嘅博學之王，循環系統內科嘅秋津醫生會講解下診斷喉癌困難嘅地方。要分辨喉癌係好難嘅事，特別係內科醫生好少會關注到喉嚨呢一個部位嘅。做身體檢查唔會檢查喉嚨，如果要檢查喉嚨，一個方法係將塊好細嘅鏡由口度伸入喉嚨去照，另一個係用內窺鏡由鼻度伸入去照。普通感冒通常1個星期到10日就一定會好返嘅，如果都未好返呢，就要睇耳鼻喉科啦。如果你懷疑自己嘅喉嚨有事，就要主動去睇醫生，唔係嘅話咧，淨係靠內科係好難知道患嘅係喉癌嘅。過咗1星期都未好返，就要去睇醫生，大家都好清楚啦。用1個星期去觀察，冇錯，靠意志去過。比起開始嗰陣，你謙虛咗好多啊！秋津醫生指出，其實靠一般內科診症係好難分辨出患嘅係感冒定係喉癌嘅。就算冇任何痛楚，喉嚨唔舒服1-2個星期，就要去睇耳鼻喉科，接受專業嘅檢查，咁會安全啲。以為係感冒，所以掉以輕心，點知呢個呼吸系統疾病差啲攞咗佢條命。呢位係山下幸子女士，住喺東京。山下女士身體一向好健康㗎，但係突然出事喎。當時我去咗4國做88個所巡禮，回程嗰陣我開始有少少咳，心諗唔通係感冒？
去完10日旅行之後翻到屋企，唔知係咪太攰，身上出現類似感冒嘅症狀。症狀包括輕微咳嗽、37度到嘅輕微發燒。於是佢去醫院睇醫生，醫生診斷係感冒啊。佢食咗醫生開嘅藥，好好休息。但係2日之後，唔知點解成個人變到越嚟越冇力，行都行唔到。除咗身體冇力之外，仲一直不停劇烈咁咳。山下女士於是拖住好攰嘅身體去睇相熟嘅呼吸系統內科醫生。點知佢去到先發現診所已經閂咗門啦。好彩嘅係，醫生啱啱走，見到出邊有人。山下女士當時已經有生命危險。醫生幫我嗌咗救護車，當時我心諗，佛祖借醫生顯靈。當日救咗山下女士一命嘅人，就係今日嘅嘉賓大谷義夫醫生啦。佢患咗肺炎球菌性肺炎，佢喺冇辦法交換氧氣同二氧化碳嘅狀態，要俾佢呼吸氧氣。當時真係好危險。肺炎球菌性肺炎，即係肺部俾肺炎球菌入侵，佢係一種細菌嚟，可以導致肺部嚴重發炎。呢一幅係山下女士當時嘅 X 光片，右邊個肺嘅白色陰影就係發炎導致失去功能嘅部位。但係點解病情會去到咁嚴重先被發現呢？部分患者，特別係高齡人士，係唔會發高燒。因為冇發高燒，山下女士當初就以為係普通感冒。事實上，唔少個案患肺炎嘅病人都冇發過高燒。我哋嘅身體如果突然有病，正常會提升體溫去擊退病原體，但係高齡人士或者體力不足嘅人，體溫比較難上升。我真係冇諗過自己會患肺炎，對我嚟講，今次係個好大嘅教訓。總結一下，山下女士患嘅危險呼吸系統疾病係肺炎球菌性肺炎，佢當咗係普通感冒，因為佢只係有輕微發燒。唔會發高燒呢點啊，真係幾麻煩。有病發燒至啱，係咁係好事，因為身體同病菌打緊仗，可以幫手打氣啊。但係如果冇發燒就唔知打緊仗，咁就冇計啦。睇醫生先得。請教下大谷醫生，可唔可以請你講下咩係肺炎球菌性肺炎呢？好啊，其實呢種肺炎球菌性肺炎係我哋喺日常生活當中會感染到嘅肺炎裡面最常見嘅一種，佔咗整體嘅25%。既然係咁啊，特別係流感爆發嗰陣，肺炎球菌性肺炎更加可以去到50%。佢發展得好快，3日至1個星期就可能有危險。原來係咁。有咩方法可以分辨到普通感冒同肺炎球菌性肺炎呢？請秋津醫生為我哋講解下。肺炎一般俾人嘅印象咧係會發高燒，但係免疫力下降或者身體虛弱嘅人就比較難發到高燒。發唔到高燒反而係壞事。係㗎。係啊，所以單憑發燒係好難判斷。另一個辦法就係睇痰嘅顏色啦。痰嘅顏色，我哋平時患嘅普通感冒基本上都係因為病毒感染而引起嘅，所以患者嘅痰多數係白色或者係透明。不過如果啲痰慢慢變成黃色、綠色或者係鐵鏽色，就有必要懷疑係咪肺炎球菌之類嘅細菌感染啦。免疫力下降嘅人或者係高齡人士，有機會發唔到高燒，所以比較難發現身體出現異常。醫生建議檢查痰嘅顏色，
就算似係普通感冒，啲痰係黃色、綠色或者係鐵鏽色，就有必要提高警覺啦。跟住再為大家送上最新資訊。最近有個新嘅檢查方法，就係透過驗尿去做檢查，睇下當事人究竟有冇患上肺炎球菌性肺炎。攞完尿液樣本之後，只要等3個字，就知道有冇患上肺炎球菌性肺炎啦。係啊，但係最重要嘅一點都係要去睇醫生，係咪？因為肺炎球菌性肺炎有機會致命，所以要盡快睇醫生。醫生一直望住你啊！我已經冇望佢哋一陣啦。好，而家可以透過驗尿檢查自己有冇患上肺炎球菌性肺炎，等3個字就有結果。所以有懷疑嘅人就應該盡快睇醫生。我哋今次仲為大家揾到一啲關於預防肺炎球菌性肺炎嘅最新資訊。請睇熒光幕。預防肺炎球菌性肺炎嘅關鍵係身體裡面某個過咗40歲之後就會縮細嘅器官。呢個係醫學界近期嘅新發現。縮細嘅器官，覺得係咩呢？西村和彥，到中年食量會減少，所以胃會縮細。你估係胃？開胃未呢？唔通係肺？肺？係。你咁估好冇新意又係啫。啊，對唔住。答案係咩呢？1係膽囊，2係脾臟，3係胰臟。答案稍後揭曉。有人對呢種器官有研究，於是我哋嚟到讀協醫科大學。佢係喺免疫學研究最前線嘅人，松野健二郎特任教授啊。肺炎球菌其實係一種非常難擊退同消滅嘅細菌，佢特別強悍，同一般細菌唔同。佢表面有一層外殼叫做甲膜，呢層甲膜特別犀利。喺肺炎病原體當中佔得最多，而且最容易導致重症嘅係肺炎球菌。佢最大嘅特徵係包住佢周圍嘅嗰一層厚膜。大家睇下呢條片啦。喺一般嘅情況，當有細菌進入身體，白血球就會發現佢，並且將細菌吞噬。犀利。但係如果係肺炎球菌呢，白血球就唔會將佢吞噬。咁係因為包住肺炎球菌嘅厚膜，令到白血球冇辦法認出佢係敵人。原來係咁。換句話講，肺炎球菌就好似着咗隱形嘅斗篷咁。咁究竟有咩辦法可以擊退同埋消滅佢呢？預防肺炎球菌感染嘅重要關鍵，其實就係我哋嘅脾臟。預防肺炎球菌性肺炎重要嘅關鍵就係脾臟。脾臟喺左脅，大約拳頭咁大。一直以嚟，我哋都視脾臟為一個唔重要嘅器官。不過近年有研究發現，脾臟喺免疫系統中其實佔有一個重要嘅席位嘅。點解呢？喺脾臟裏邊，其實有一種免疫細胞叫做邊緣區 B 細胞，佢好有用。呢種特別嘅邊緣區 B 細胞，淨係得脾臟先可以製造到，而且喺預防肺炎球菌感染發揮重要嘅作用，幫我哋抵擋呢種細菌。脾臟可以製造一種叫做邊緣區 B 細胞嘅特殊免疫細胞。邊緣區 B 細胞有咩功能呢？犀利啦！佢嘅功能就係可以揾出白血球見唔到嘅肺炎球菌啊！揾到之後，就會將抗體黐落肺炎球菌嘅甲膜作為記認，咁樣白血球就可以清楚見到肺炎球菌。當佢哋好似其他細菌咁樣吞噬呢一件事，得邊緣區 B 細胞先做得到。叫佢做超級免疫細胞都冇錯。不過我哋嘅脾臟會隨住年齡增長慢慢老化，體積會變得越嚟越細。
當脾臟變細，邊緣區 B 細胞嘅數量亦都會跟住減少，冇以前咁多。某項研究曾經對超過1000個唔同年齡層嘅人調查脾臟嘅重量，結果發現40歲之後重量同體積都會下降。我哋嘅脾臟縮細會導致免疫力下降，防止感染肺炎球菌嘅能力亦都會跟住減弱。咁脾臟縮細之後，我哋有咩辦法加強預防肺炎球菌性肺炎呢？返到錄影廠再為大家講解。頭先嘅片段話，我哋過咗40歲之後，脾臟會縮細。呢個事實真係令人好震驚啊！原來身體裏面有咁嘅器官喎。我知道有脾臟呢個器官，但係從來都唔知道佢有乜嘢作用。當脾臟隨住老化而縮細，製造超級免疫細胞嘅能力亦都會下降。有咩方法可以提升返呢種能力呢？請睇熒光幕。肺炎球菌疫苗係。出咗醫生啊，對於肺炎球菌疫苗，可唔可以講解下？我而家拎住嘅呢一支就係肺炎球菌疫苗嘅實物嚟啦。電視成日都有廣告提醒大家話，由65歲開始，每隔5歲就要接種一次。咁講即係話65歲、70歲、75歲都要接種。頭一次接種疫苗，大家可以得到政府資助，視乎情況啦。費用可以係減半或者係全免嘅。脾臟縮細唔使驚，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就得啦。肺炎球菌疫苗可以有效咁活化脾臟嘅邊緣區 B 細胞，加強佢哋嘅作用，達到預防嘅效果。喺某項實驗，邊緣區 B 細胞製造記認抗體嘅感染防禦能力呢方面，喺接種咗肺炎球菌疫苗之後，即刻急升超過10倍咁多。特定年齡人士可以得到政府提供嘅資助，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呢個特定年齡由65歲開始，以5歲咁增加，去到100歲。津貼金額每個居住地區都有分別，可以去附近嘅保健所或者醫療機構查詢。我想問咧，接種疫苗嘅年齡，其實我本身仲未過40歲，係咁我你老公東 Max 47歲，47歲。係，咁我哋係咪未使打呢支針啊？嘉賓呢個問題，由熟悉運動醫學嘅田徑健將中山醫生為大家解答。就算仲未到65歲，如果免疫力好低，係長期病患者，例如好似係糖尿病、呼吸系統疾病、免疫系統疾病呢一啲患者，就算年紀細，我都建議接種疫苗。就算未到65歲，如果係患有糖尿病、呼吸系統疾病呢啲長期病患者，免疫力都比一般人差。肺炎球菌疫苗對佢哋或者會好有效，所以最好都係去問下醫生啦。跟住，日本藥科大學校長兼漢方醫學權威嘅丁醫生為大家推介漢方中藥。當身體嘅防禦能力開始減弱，病菌就有機會乘虛而入，影響我哋嘅健康。俾病菌乘虛而入嘅最大原因，就係因為食慾下降，導致身體嘅所有狀態變得好差。而漢方中藥裏邊，補中益氣湯對呢一方面真係好有幫助，成效得到科學嘅證實。如果想預防病情惡化，就一定要盡量令自己有食慾，唔可以下降。呢個時候最好就係飲用可以有效咁調理我哋腸胃同提升食慾嘅補中益氣湯啊！西川和彥，係你以後患咗感冒，係過咗1個星期到10日都未可以自己好返，你會點做啊？我會叫自己加油，始終靠意志，仲未知死，叫自己加油，係，然後睇醫生。原來係咁，鼓勵自己的起心肝去睇醫生，你終於都啱咗啦！有病就要睇醫生。